白車變黃車，網民話黑箱車咪又係黃色。每一下閃燈，每一聲警號，都代表一個生命嘅呼喚。都想你讓條路俾救護車行。佢家白色車突變咗做黃色車，配翻啲 red and blue， 眨眼望眼好似食灣豬。Love Love Love Love， 認錯咗咁會點算？係啊，所以要做呢單新聞話俾大家知啦。以上相片係網上流傳新式救護車嘅相嚟噶。不過消防處證實咗訂咗3部黃車，預計出年第2季會輪流派去唔同救護站俾前線試用，收集意見噶。車身圖案仲會再執嘅。有指呢部新車係跟歐洲安全標準改過個內部設計，病床由靠車側變咗喺正中間，方便救護員、醫傷者同走動嘅。車入邊嘅凳可以360度旋轉，增加救護效率。真係似食包喎。黑箱車咪又係黃色。黃車啊 ，call 黃車啊！聽講係跟翻歐洲嗰邊，話咁樣響大霧同惡劣天氣同環境下都比較容易睇到架車。亦都有人話隻黃色幾靚，但其實不論白車定黃車，最緊要都係讓路與救護車，給生命一線生機。